2024年最火嘅詞比特幣，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增長最快嘅資產。如果你而家仲唔了解咩係加密貨幣，咁我好肯定你將會錯過一個全球財富大洗牌嘅機會。今年年初，美國證監會批准比特幣現貨交易，咁意味著什麼呢？傳統金融市場幾萬億嘅金融資產將會有機會流入比特幣嘅市場。舉個例，你以前想買比特幣、加密貨幣，你需要先註冊交易所，通過交易所嚟購買。而家你只需要通過網銀甚至港交所就可以用法幣嚟購買。加密貨幣係一個全新嘅經濟浪潮，佢重新分配咗全球嘅財富。佢唔單止係一個投資工具，仲係一個創造財富嘅平台。佢跨越咗傳統金融嘅界限，無論你係邊個，都可以通過加密貨幣創造財富，實現財富倍增。如果你要深度了解比特幣、加密貨幣、Web3 以至創造財富嘅機會，而家我哋有2個小時免費線下嘅課程，邀請你嚟參加。馬上點開呢條 link 報名。課程喺全港最大嘅加密商學院 Crypto Panda 舉辦。而家我哋仲有一場迎新嘅活動，前100名報名嘅同學仲有100 USDT 獎勵哦。